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4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士师记的士师原文英文翻译为 judge， 这个是审判官的意思。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族长时期呢，后来就进入到领袖时期。那现在在约书亚以后呢，就进入到了审判官的时期。这个概念其实要从更早那一位在埃及与自己的同胞希伯来人互殴的人口中所对摩西质问的话，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章14节。士师审判官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牧师喜欢称士师为将军或是很会打架的人，因为呢他们专门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如同那一位在埃及的希伯来人所质问的，是谁设立了你？今天的经文士师记9章第7节到15节记载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比喻。约坦一听见这事，就到基利新山，站在山顶上，大声地向他们呼喊：世件人啊，请你听我，上帝就会听你们。从前森林里的树要立一个王，他们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我该停止生产供奉神明和供给人的橄榄油，去统治你们吗？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我该停止结甜美的果子，去统治你们吗？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我该停止酿造神明和人喜欢的酒，去统治你们吗？众树木对荆棘丛说：请你做我们的王。荆棘丛回答：如果你们诚心要立我做你们的王，来投靠在我的印下，由我保护你们，不然我的荆棘丛会起火，烧尽黎巴嫩的香柏树。若不是上帝，若不在上帝的里面，有谁能够彰显自己的能力与权柄呢？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话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基督徒所要追求的，因为若不在基督里，就不在上帝里，就是违背上帝，就是敌基督。在末后会有许多的敌基督的出现，许多自封为神或主，自以为义，看起来他是相信基督，其实却只是在兴起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版图。约翰在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这样子的提醒道：孩子们，世界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曾经说那敌对基督者要来，现在基督的许多仇敌已经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终局就要到了。这般人并不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离开了我们。如果他们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他们走开了，可见他们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你们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膏，所以你们都认识真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你们都认识了，而且知道一切虚谎都不是出自于真理。那么谁是那撒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这样的人就是那敌基督者。他拒绝了圣父，也拒绝了圣子，因为凡拒绝圣子的，也就是拒绝了圣父；凡公开承认圣子的，也得着了圣父。那么你们必须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如果你们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你们就会常常活在圣子和圣父的生命里。这就是基督亲自应许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写这些事是指的那些想欺骗你们的人说的。至于你们，基督已经将把他的灵赐给了你们，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需要别人的教导，因为他的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而他的教导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教导，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是的，孩子们，你们要活在他的生命里，这样在他显现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不着躲藏。你我所追求的是在基督里的信仰吗？或者我们只是在追求有名的牧长，很会讲道的牧师，看起来很神的领导者？最简单的检视方式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是吗？你我所追求的崇敬的对象，是否真心的为基督而做，为基督而活，在基督里为荣耀彰显主名而努力呢？诗篇20篇，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愿他从圣殿援助你，从锡安支援你，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悦纳你的烧化祭，愿他成全你的心愿，成就你一切的计划。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颂赞我们的上帝，庆祝你的凯旋。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都赐给了他所立的君王，从他的圣高天答应他，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有人依靠战车，有人依靠马匹，我们却是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要坚立不移。上帝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辨别能力，有愿意遵行旨意的觉知与生命，让我们终身追求活在基督里，为主而活，为荣耀主名而努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